那他叫四周的话，我找了。个脚包肉没四周的。哎，个萝卜你装了，那装。我等这嘛，这个人呢，那大了吧？等等到了。我干你做，我这个在做么个？滚车要晒包晒流了。哦呀，我感觉这全都白干，我你要不找香港，我干不找我怎么干了？我这好吧？哇，这也被包子吃啊，漏呢。要不找了香港家母，我家不管事呢。要不咱们搞这个包子新的。我这个是给对，他们这个一直都是包的。个做事就大，我这应该也带活找上。他这等着他让带人能叫都你么？老三ơi，老三，cho bị tao với thằng này tao ăn nhau rồi. À, cho giờ lại thằng đó. Để ăn nhau rồi. 然后让他这个不找项目，你要别个打没包子吃过脚，你要别个呢。这也到个，就找了。没找项了，要打嘞，要不打打比较给几个字母都得切个，错头个哈打爆号呢是全对家呢。就整起了，我觉得他石头他脚他看着。我爸对说西的，这三个都拿来。烧白的。大了嘛，现在那干嘛？那要那嘛，那吃等这个。thêm mà giáo sư ăn vậy tao không ủa